KO 透天厝火烧，一个102岁老大人送病院救无回来，带做伙后生是轻伤。台北发生街仔头攻击事件，有2个人受伤，嫌犯是摕罗赖吧威胁伫巷仔内底去影片的学生，警方依法送办。同时，国民党副主席张英强有回应北京的3项要求，病1回有可能办伫个旧历年前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关心一件事故，这是放视定的彰化 KO， 是伫半暝要晚2点的时阵，一栋5层楼高的透天厝，唔知影什么原因导火烧。有一个住伫1楼102岁的老大人，是因为走袂赴，消防找到伊的时，这人已经无咧喘气，落尾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参与带做伙的后生是轻伤，那详细事件原因要得调查。救护车赶到位，赶紧将受伤的民众送去病院。彰化 KO 镇伫7月半暝晚2点的时阵，一栋5楼高的透天厝伫1楼的一间房间熊熊发生大火。消防局出动12台拍火车、3台救护车前往救援。一位102岁时大走袂赴，找到人的时阵已经无喘气。起火的位置为1楼，阿嬷受困的房间是在1楼。那我们消防员立即布线及入室，将阿嬷救出，给予 AED。卢卡斯等急救处置后送彰化医院。火灾现场房间的窗仔拢予大火熏甲乌麻麻，玻璃嘛拢破破去。火灾调查人员嘛伫现场来回采证，人住伫台北的后生接到消息嘛透暝赶转来彰化了解状况，表示弟弟平常时拢困伫楼骹照顾100岁的妈妈。着火的时阵，弟弟甲救走出来，人无啥要紧。困楼骹，困伫伊边啊，通伊。当时啊，人不咧细啊，笑伫。伊后生咧讲，要紧啊，怎要出去啊？我外天台北4点外起来，我5点就到遮，就暗搓搓无看半行，啊无人拢走走。消防局表示，这场火灾总导火面积200平方公尺，属于3级火灾，造成一位102岁民众过往，甲一位60岁的民众轻伤。详细事故原因也阁需要调查厘清。记者杨淑静彰化报道。另外一桩意外呢，是发生伫新北市三峡的丰道路，这是一间化学工厂，昨下晡嘛是同款导火烧，这现场拢是硫磺味，附近的民众是真惊吓。消防队是派出上百个人去甲拍火嘛，因为这事故的现场呢，拢是化学的物件，惊会产生毒气，所以消防人员这装备呢是穿甲条条。加在这火是真紧就拍花，也若导火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另外来关心的是，这台南市呢是烧线发生这食安的问题，有民众是去东区一间面摊，结果呢煞食到这鸡爪的脚，赶紧甲吐出来。另外一间真出名的牛肉汤店呢，是有消费者发现讲，这酱料区内底竟然有一只活的鸡爪。市政府是回应讲，这2间店拢会去甲稽查，若准复查是无合格，安尼会罚6万至2亿。台南市卫生局人员透早来这间台南真出名的牛肉汤做稽查，主要因为有民众铺文伫网络顶，批销这间牛肉汤老店的酱料区，发现酱料内面有一只鸡爪，而且这鸡爪的色水掺酱料真相同，后民众抓一条唔敢去食。还不错，我吃很多次都没遇到蟑螂，会很恶心，吃不下，应该是管理的问题啦。那个外面跟里面隔离不好的话，或是那个从水沟跑出来这样啊。一般民众的反应，当然看到食物内面出现汤团，会感觉强要变白。发现安尼状况，店家第一时间公开会实的对唔对？讲逐工关店时，酱料拢有冰伫冰箱，嘛讲初九的休困一天，做专门性的清洁消毒。基本上，我们餐饮业对于这种事情是完全没办法去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那我们后续会持续去注意这样子，然后跟所有的长久以来支持着我们的消费者们说声抱歉。那另外伫台南市东区，同款有民众伫网络顶讲，去一间卖面的店家，入去食时，面内面竟然有2支鸡爪的脚。这间店家原本拜受营业，但这阵公告公休1天。如有缺失，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借其复查不合格，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落实自主管理，加强内部管理机制，有助于确保所制售之
食品之卫生安全。卫生局强调，两件食安记录的案件，拢会派人到场稽查，针对作业环境甲食品保存，要求业者限期解释，无够时罚钱。只是讲，安尼小连续发生有加抓走入去食品内底事件，恐惊影响台南美食之都的形象。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台湾一个心脏医学的权威，台大的内科教授连文彬，伫12月初6的暗时过身去，是食到99岁。伊的家属甲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吴明贤，拢有伫咧社群顶面来感念伊。这家属是伫咧面册写讲，咱的连文彬阿公多谢你，你这世人辛苦啊！连文彬呢，伫咧台大病院已经服务64天，超过1甲子的时间，伊也来完成第一个这开心脏的手术。过去伫咧民国58年的时阵，伊嘛来做出台湾头一个永久性心率调整器的安装的手术。另外，伊也捌做过前总统李登辉医疗小组的调集人，退休了后是来成立跨世纪医疗促进基金会，投入心脏疾病的研究领域。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关心天气，最近天气是凉凉冷冷。气象署是指出讲，这礼拜前后是受到三波东北季风的影响。拜一到拜二呢是凉冷的，也若拜三呢有小可热一个，等到拜四开始又搁反寒，也若拜六礼拜呢这温度是会搁降低，提醒大家呢早暗温差是真大。这个拜六礼拜各地有可能是无到20度的，这是这礼拜上介寒的时阵。天气凉冷啊凉冷，气象署讲，因为这2天受东北季风增强影响，桃园以北和东半部较高落雨，爱等到拜三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温度才会回升，水汽嘛减少。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还有宜兰地区呢，可能降雨的时间会比较长，雨区也会稍微比较广一点哦。新竹地区呢，也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机会。不过，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颜色比较偏向是红色系、绿色系、黄色系呢，这样的情形是比较明显。拜三、拜四天气小可转好，也毋过真紧。拜四了后，阁有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地区和东半部会落雨。要提醒乡亲的是，刷落来拜六礼拜受东北季风甲冷空气影响，气象署讲温度下降会真明显，各地温度伫20度以下，会当讲是目前入冬上强的冷空气。这一波冷空气比较弱，并没有很明显的温度下降的部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周末这2天冷空气是比较强的。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在礼拜天之后呢，整个高温的还有低温都有明显的下降哦。各地到礼拜天之后呢，整天的温度都是小于20度以下的哦，也代表说这波冷空气可能是目前以来是比较明显的冷空气。气象署嘛提醒民众，因为天气变化较大，出门就要记得扎雨伞。另外，早暗温差较大，也要注意温度变化穿雨小。暗时透早较到大蒙，交通行车就要注意安全。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这台中市的流川呢，正是当咧做这水环境的改善工程。不过，所有工人指控讲，伊伫咧工地跋倒去，互这钢条呢甲拄着伤。也毋过公司呢，煞无爱甲伊救护车，嘛无爱通报这个职业灾害，甚至根本都无互伊落健保。也若市政府是表示讲，会阁派人去详细调查。就把家里大型的机械员继续动工，边仔也有工人准备甲石头装入去太空包内底。这是台中市政府正伫进行的流川水环境改善计划第3期的工程。不过，其中一个工人说明讲，伊顶个月29伫工地内底无细哩，摔入去水渠内底，尻川配合这个钢筋擦着伤。工地主任邱氏组织敲电话叫救护车送病院，也无依照规定通报这个灾害。就是钢筋插落，因为拔落一定是钢筋撸掉的嘛，一定插落的嘛。我那可能那个青蛙洞会破的。阮同事就是迄个搞洞啊，内底迄个庄主任嘛搞洞讲，哦，你若叫救护车，工程就得停工的啦。魏先生讲，前一个人力公司请伊去做临时工到流川工地工作，不过受伤了后，工程公司就甲伊辞掉。伊12月初一到劳保局去查，才发现人力公司无甲伊补劳保。不过人力公司解释讲，有替魏先生保这个劳工职业灾害险。有跟他投保职业灾害险，对他就职这段时间有保。我受伤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他的工地那边是叫他不要再去那个工地啊，所以他也没有来我这边报道了。该案雇主未依规定通报，劳工局劳检处将派员实施职业灾害检查。
劳检署讲，若发现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会处代票3万以上30万以下罚款，并且要求停工改善。劳工局是讲，就算是1天的临时工，头家也必须甲伊补劳健保。除非是讲已经领老年的给付，也是65岁进前无劳保的记录。这个案件，而且劳动部、劳保局也个卫福部健保局来调查采取，维护劳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除了这台湾的劳工以外，也来关心这外籍移工的权益。2020年移工大游行，这届呢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讲会当废除移工做工这类的工作年限。也那劳动部是回应讲，政府有来推动中介聘雇制度，这移工若准是转做中介的技术人才，安尼就无工作年限。统计到今年已经有6万个人转任嘛。派着炸大的道具，伫咧路的空气，装作生鲜肉品，表示家己有保鲜的期限。来自各国伫台湾的男兄移工参加移工大游行，用家己的母语唱说不断。2025移工大游行吹势正行，现场至少有100人，因的诉求重点放伫咧废除移工年限。有男兄移工真无奈讲，因为台湾的法规伫台湾工作年限依照行业别无共，上最只能12到14年，虽然想要留来也无法度。我在台湾是已经10年了，10年的时候不知道要怎么样啊。我们都很担心，如果我们不回家的工作在这里，那你呢我们也回家。其实3年外前，政府设的中介聘雇制度，会当让男兄移工成做中介技术人才，无过再有年限的限制。不过主办游行的移工团体批评，移工是毋是会当留任，是毋是会当申请成做中介人才，家己无法度决定。成为中介，以至于可以无限期的留在台湾工作的这个部分，是个别雇主决定的。很多是中介，为了要引进新的移工，会有新的中介费收取，导致于建议雇主不要再继续聘他们。为避免单纯延长或取消移工在台工作年限，而导致资深移工长期在台工作却无法转换身份，已经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已有6万名资深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讲，这项移工留才雇用方案，照统计到今年11月，已经有6万位资深移工转任成做外国技术人力，平均每年增加16000多人。为了要扩大劳动，制造业资深移工转任技术人力的劳用比例，上最的限制会对即马的25%放零到100%。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的是来看这站这青公总甲警察安尼走相掠的事件，这是发生伫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呢，伊看到警察毋过煞拒绝临检，而且呢一路安尼硬冲，毋但是弄到几啊台车，佮造成2个骑乌多摆的人受伤。落尾这警察呢是夜穿硬甲扎落来，也伫咧车顶去敲着毒品，即马专案移送法办。警方来到事故的现场，看到乌多摆骑士互人弄倒着伤，为着防止嫌犯搁再走去，警方夜穿戒备要甲炸咧。代志就发生伫12月初7下晡，警方伫台北市信义区发现一台白色轿车违规驶车，也搁拒绝临检，甚至浪杠去。过程当中，一路咧偏车，伫后山比捷运站附近的路口去弄到几啊台汽车甲乌多摆，互人弄到的乌多摆，甚至搁卡伫轿车的车头。有2个骑士拢互人弄倒着伤，救护车赶到现场，甲2个人送病院治疗，加在无性命的危险。是有一台车子从我们的左方很急速的，就是右转，然后撞过来，就撞到前面的机车骑士，然后再撞到我们，然后最后就有停下来，然后之后就发现警车跟在后面一起到，才知道说原来是在追捕犯人。警方当场把嫌犯抓起来，结果伫伊的车内发现真侪种毒品。最终，警方将陈男制服后在车上查获第2、3级毒品依托米酯、安非他命、凯他命等物姓陈的嫌犯拒绝临检，佮浪杠去弄到其他的骑士，尾也互带转去派出所。警方表示，相关的证物已经扣落来，专案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敢有牵涉到毒驾，要搁来进一步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北市昨下晡呢，是来发生街仔头攻击事件，有2个人嘛因为安尼来受伤。这是一名学生，伊伫台北市东区这巷仔内底咧翕影片，结果煞互人来甲呛声，而且呢，佮当场甲这罗赖巴甲提出来，加在附近的民众出手，顺利甲人甲压掉咧。虽然讲这嫌犯讲是误会，也毋过警方要是照伤害等罪嫌甲伊送办。
先借过，好，走开，给我。我错了。警方赶到现场，真侪18人合约将人压制掉咧，现场气氛紧张，都惊遭到伤害。就是很多人，是很多人，警察也来了，我以为是在拍片。原来有真侪18人伫翕报时办的夜莺作业，向青分的18人来呛声，佮提出罗赖吧，拄伫其中一人卡接片，威胁要攻击。就有一个人从后面把我架住，用一个硬的东西抵住我的腰，就警告我们这一群人赶快离开，不然他就要动手。我们就往后撤退嘛，但是他就一直不断的追上来，主要都是小擦伤，可能是在到地上的时候碰到。想起案发的经过，当事人是心惊惊，有2个人手骨分别受到刺伤。这个代志就发生在台北市东区的大安路巷啊，7日下晡5点多，好卡在热心的民众协助到庭压制，才无互冲突搁扩大。因廖兰情绪激动且已经有伤人的行为，警方马上对廖兰实施管束，全案讯后依伤害、毁损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虽然原警到会涉案的46岁姓廖18人由原情绪激动，马上被管束。不过伊事后讲误会家己被挟着，不过警方将传含以伤害加毁损罪嫌函送检方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国际原子能总署呢是来发布声明，伊讲乌克兰车诺比的核电厂是因为今年2月受到攻击，这4号机组的安全结构外壁呢有受到损害，原本用来阻挡这辐射的功能，即马已经无去啊。车诺比核电厂4号机组顶悬嵌的新安全微组体钢骨的结构，互拍破几个坑。国际能源总署 IAEA 表示，已经失去主要安全的功能，包括封闭的能力，也就是讲上外口沿的钢棒已经无法度阻挡放射性物质漏射。国际能源总署认为修复的工课目前是第一要紧的。不过，捌研究车诺比灾后的英国环境专家吉姆史密斯甲 BBC 讲，唔免伤过惊吓，因为受到污染的影响，也是有厚厚的红毛土封起来。也就是上内底沿苏联伫咧1986年起作用来甲苏东时4月份爆炸放射性物质封起来的红毛土。2019年用钢棒圆弓形的结构，甲原底红毛土的结构规个搭起来，搁一概规个甲封起来，互放射性的影响永远袂漏射。上外口沿的钢棒今年2月份去互无人机攻击破几个坑，不过内底上界原始红毛土的结构也是原在。罗西亚乌克兰的冲突也未收煞，以美国带头的和谈还搁伫咧进行当中。不过，即马传出川普有可能会放弃，因为真侪乌克兰腐败好野人拢离开家园。根据英国卫报7日的报道，川普的大汉后生小动力伫咧一场中东会议当中表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当伫咧延长战争，因为伊知影战争必然结束，搁选举伊就绝对无可能会选掉。伊形容泽伦斯基伫咧左派当中，会使讲互看作是神。伊认为乌克兰比罗西亚更加腐败。也若目前当伫咧进行的和谈，川普7日嘛讲出伊的感受。I have to say that I'm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that President Zelensky hasn't yet read the proposal. Russia's fine with it.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找来甲美国的代表，也就是川普的特使维科夫，甲伊的囝婿库许纳通电话，讲美国了解乌克兰基本的立场，即个对话是有建设性的，不过嘛真无简单。公司新闻黄文亮编译。今来关心的是香港这场立法会选举呢，这投票率是31.9%，这是挖进历史上低纪录。嘛，因为拄则发生这个防福湾的大火灾，所以现场保安是真严格。统计受死的人因为涉嫌煽动卖投票，也是讲投废票，落尾去互人甲掠起来。伫我80当来上严重的火灾过了，12月7日立法会选举，看到民众对北京支持的特区政府的不满，投票率挖进历史上低点。不过，要是比4当前顶一届选举就要悬一挂。香港政府统计，这届投票率31.9%，2021年30.2%，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上低一届。Devastating fire has changed the social atmosphere, making it very difficult
election for us to organize. 无到2礼拜之前，丰福湾大火有159个人死亡，用2天的时间才把火拍花。居民对这场火灾真生气，当局表示，建商用无合格的建材，所以才让火势直直摊开。在北京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之下，敢若经过政府审查，互人认定是爱国者的候选人，才会当来抢这个金融中心的90个立法会的席次。当局为着鼓励民众投票，延长投票的时间，也加设投票所。 We might need to have a good balance. I believe if we explain to the public, they might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to put our sadness and our feelings aside to help this legislative council to be formed as soon as possible. Once I got my election result come out, I immediately can think of what solutions I may provide. 因为大火发生的时间点真敏感，立法会选举这段期间，香港的保安措施密。根据廉政公署，投票迄天有4个男性互人抓起来，因是涉嫌伫个社群媒体煽动卖投票，也是投废票。2021年选举制度改革了后，民主派互人制度性排除，占60%的民主派选民也未过去投票。投票结束了后，当局开始清理丰福湾悼念区的火甲贡品，相关的行动是事先公告，显示政府对民众的不满是有顾虑的。 北京驻香港国安公署警告，袂当利用这场灾难扰乱香港。任何伫火灾过了出现的反中抗议，会受到严格的打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丰福湾这场大火灾呢，有159条人命全安尼无去。伫台湾的香港人是来批评香港政府，若是无赶紧调查这工程等等的问题，颠倒是乌白用这香港的国安法来咧掠人，所以呼吁要爱追究官员的责任，是为着要来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停止利用惡法滅聲。 香港甲台湾的社群团体初7日下晝伫咧台北西南教會頭前的廣場開記者會，強烈譴責香港政府佇豐福灣火災了後，若是無承擔責任公開真相，顛倒濫用港區國安法，用以災亂港的罪名，甲提出質疑的民眾舉報，叫大家點點侵害人權。這個政府是刻意的，在中國的授權下，他們去打壓香港的民間社會。 這一個是一種很惡劣的行為。11月2日，香港大埔豐福灣發生大火，至少造成159人死亡，是香港半世紀以來上嚴重的火災。在台灣的香港人講，香港政府若是無隨調查工程監管、圍標、物料安全這個問題，顛倒用惡法打壓民眾。而且香港第8屆立法會選舉在初7舉行，就是想要用選舉把這件代志壓過。香港政府他們無視我們逝去的生命。 還要堅持在這麼艱難的時間，還要舉辦這個假選舉。在台灣的香港人提出5大訴求，希望香港政府正視，包括妥善安置所有受影響的居民，隨改善工程制度，阻止圍標文化，全面徹底調查利益輸送的問題，追究失職官員的責任，包括工程監管、停止濫用國安法打壓市民，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也有基本權利。 記者綜合報道。又佮傳出這國安危機啊，來關心的是這馬祖的防衛指揮部呢，有傳出竟然受到這詐騙集團的滲透，有數十個這官兵的小號，哪像是變做詐騙集團的卡手，用幾千塊的代價來租這官兵的小號，涉案人數已經超過60個人，目前已經陸續移送偵辦。 馬航部是收到這檢方通知了後呢，隨來清查，因那軍方是表示講，若准調查證實確實有提供這小號予詐騙集團來使用，安尼攏會甲換掉。目前已經有部分人員予人記2大個啊。另外來關心的是，這總統賴清德是去參加這民主紀念活動。伊講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唔免擱再宣布獨立。因那中華民國就是咱的國號，有通予台灣社會會當愈來愈團結。也毋過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伊是回應講，着愛有實際的行動，應該着愛先廢掉民進黨的台獨動功。但連任先生希望能夠改國號，改成中華台灣民主國。 民進黨沒有這樣做。總統賴清德前一天參加紀念雷震等等民主運動人士的活動，強調以中華民國做國號，有通予台灣社會愈團結，而且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無另外宣布獨立的必要。民進黨是認為留着這個名字是有助於團結台灣社會，
因为这名字是写在宪法里面，它是属于台湾认同，或是中华民国认同，其实都应该彼此尊重，因为归根究底，就是指台澎金马2300万人。这段话又搁引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质疑，认为赖总统是为着让两国论类台独的讲法卖上刺激，才会安尼讲。呼吁总统应该爱有行动，废除民进党的台独党工，支持中华民国宪法的核心价值。既然赖总统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没有宣布台独的必要，那我真的非常诚挚的希望赖总统、赖主席，那就干脆下架台独党纲，就直接废除台独党纲。今年3月，在民进党正式宣讲的时阵，捌发出和赖清德做台湾国主人的内政部长刘世芳打压顺总统的立场。我们自己呢，行走在世界各地，我们就是台湾人。我们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现在的国号就叫中华民国。也若牵涉到两岸议题的内政部禁小红书的政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是反中反到变做共产党。刘世芳回应，台湾并无共产党，也指出台湾是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依法打击诈欺犯罪。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江呢，在今年11月的时阵有去访问中国，就是为着要来敲彻这主席郑丽文甲习近平见面的代志。即马有风声讲，这张荣江呢，其实又有回应北京提出来对国民党的3项要求，这当中包括未当通过赖政府所提出来的军事预算案等等。即马第10回是有可能办伫个旧历年前后。只要我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确实两岸关系能够和平发展。我们在台湾每一个人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今年11月，国民党新任副主席张荣江低调去中国访问，会见中国各大班主任宋涛。自由时报独家报道，张荣江在会中回复北京对国民党的3项要求，包括未让通过民进党政府所提出的军事预算，应该只限制陆配两岸人民来各项法制立法，也个要见国民党坚定以中国统一做目标发展。双方若有共识，北京就同意郑丽文在旧历过年左右加习近平见面。不过国民党补贴报道的内容无正确。我什么时候见习近平的时间都已经排好了，农历年，然后还有什么3张门票。哇塞，他编故事也编得，我的天哪！从头到尾就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了。张副主席跟肖副主席都做反复确认嘛。他们前一阵时间访问大陆，并没有提到任何跟政协会有关的安排啊。跟中国大陆要交往，当然要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其实就是所谓的9·2共识嘛。那我想这是两岸交流的固定的政治基础，但除此之外不会存在有任何的政治条件。该安排的时候要安排，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的话，也会在合理的时间来做发布。国民党表示，两位副主席访问中国的时间是伫赖总统宣布1.25条特别预算进程。另外也否认党中央规划要删除党章第2条反对共产主义的传闻。民进党是认为国民党拢无回答重点。在上一个礼拜的程序委员会当中，相关国防预算呢已经被阻挡下来。国安法案在本党团不同委员的提案底下，已经被挡了722次。这3张门票，我们一个一个看下来，确实是这1年多以来新的国民党党团上任之后，一直在台湾所做的事情。民进党团讲，若是拿亚要自清，就不应该搁再阻挡国防特别预算，也有相关的国安修法。法案会让政立委员会实质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民国学龄学会呢是来颁发这特殊贡献奖和获悉的这董事长董祖贤，伊来肯定伊推广学龄。也那董祖贤是强调讲，在台湾呢应该着爱学龄甲历龄拢爱共存。不过台湾立党却认为讲，这学生抢要顶棒呢，确实是有疑虑的，因为学会了就是一个无通好解决的问题。花声吹落去，获悉的董事长董祖贤对学龄学会理事长叶宗光手头接过特殊贡献奖的奖座。学会肯定董祖贤伫真济场合拢真拍拼咧推广学龄。董祖贤也搁再发声讲，学龄甲历龄爱共存。伊认为学龄是会好而且袂排团的电力，台湾需要发展经济，产业需要能源，也要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迁。台湾的土地狭小啊，然后这个地狭人稠。
台湾本身也不产能源啊，所以能够让核电跟绿电共同并行，是未来一个大的方向，能够让电力更干净、更有效率。针对上紧要伫2027年年底，也是2028年年初，才有可能重新启动核电。得到学会珠宝系纪念奖的前核数厂厂长王碧辉指出，政府要更加坦白面对能源的现实。既然我们核2、核3将来都会重启，所以呢，不要再扭扭捏捏。大大方方的讲出我需要核能，非核家园需要转变的。核能学会认为讲，今年8月23核3经放的公投了后，虽然法定的标准无过，不过同意票的总数有434万，代表已经得到真悬的民意的支持。不过反核团体并无安尼想。核废油解上面，我们到现在连高放射性废弃物的这个处置办法，到现在就是相关的法律。这个根本就完全没有诞生。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确认我们的核废油解呢？低放射线核废料的厂址目前还没有找到。甘总会进一步指出，核3厂就起伫恒春断层的边仔，若发生严重的天灾，恐惊造成真大的冲击。核能互看作是能源选项之一，但是安全、核废料要抗地，也有社会共识的问题，有关是真歹闪避的关键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的是，这高雄公山的寿天宫呢是邀请这个白沙屯马来高雄站景3天，昨是最后一天，有真侪人拢去排队要来软轿卡，这现场是闹热滚滚。对高雄公山寿天宫出来了，白沙屯马祖的乱轿就行对边的国小入去，因为学校小房弟早就邮报条伫咧等马祖。乡镇卡得了马祖的乱轿行，希望有机会让软轿卡保平安，要民众初7透早6点就来排队，祈求父母健康。6点多的。6点多，那就排第一个。对，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芋头粥，还有那个烟熏鸡肉粥。白沙屯马祖乱轿接受高雄公山寿天宫的邀请，初5开始来高雄站景3天。初7是上尾工，沿路信徒是底条条，由这天传至少500花烧加要互信徒。另外一个终点站公山寿天宫头前的空场也人挤满。大家排队软轿卡，要二招手牵手有人墙，避免大家堵塞。白沙屯马祖南巡上尾工，搁拄到礼拜日来参加的信徒超过1万人。大家调整高雄的冈山、旗山、凤山、五甲等地马祖加。苗栗中天宫白沙屯马祖第一遍伫高雄合体出巡的正罕见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记台有新的员工来报道啊，这是手机的台记报天气的 AI 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中昼呢就开始来上班啊。这是工研院的技术，佮加上专家的认证，邀请观众朋友做伙来拍分数，看这唐啊到底敢有专业。北部。东北部阁有东部天气会较凉，其他的所在早暗嘛会较凉。AI 手机主播开始放送了，逐工透早5点10分，系统会家己对气象数据上新的资料，差不多1点钟了后，就会自动产生一段由 AI 主播播送的影片，而且拢无啥需要搁改。这背后是公司甲工研院拍拼同伴的结果。我们会从每日的手语新闻、每天播报的语料，以及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的文稿先汇入，然后我们再经过我们公共电视特规的参数以及手语指导龙仁老师，还有丙级企划这个录影团队的录影。那个不对了，所以要再去改一下，在现场跟聋人一起讨论跟确认他们所演示的手语，这是要给 AI 学习的教材，当然是要是准确的，让 AI 能学到道地的自然手语。将公司逐工报送的手机新闻的资料，也搁有录影画面交予工研院来做 AI 翻译训练，骨架侦测，也搁有产生2D 的画面。像这款将新闻稿产生手机画面的技术，伫台湾才打起步尔，真侪方面也搁在发展，包括着建立手机资料库，这全部拢爱对头开始，每一步拢有真侪困难爱克服。我们跟公司建制了一个台湾的手语手指骨架的一个资料集，那我们也重新用最好的 AI 模型进行重新训练，来提升手指的估测准确率到98% 以上。我们开发了骨架的自动补帧以及平移缩放跟自动剪辑的一些相关技术，来确保说
说我们在 Grossis 串接起来之后的整个手语动作是顺畅而且是稳定自然的。有了语料会使产生手机的骨架，搁套 AI 模型。公司嘛成立委员会，邀请专业的委员做上后壁的确认讲手机是毋是正确。经过了1个月封闭测试，确定讲听袂到的乡亲会使看好清楚。希望 AI 训练完之后是能打好很自然的手语，以后让聋人从 AI 手语的表示中可以很轻易的接收到资讯。将 AI 技术用伫公共服务做到资讯平权，嘛互乡亲的生活更加圆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在 AI 科技有影是长时行，来看今年呢，这台湾的医疗科技展是包括着病院、科技甲生技，拢总有600多间机构做伙来展出。国院呢是利用这 AI 辅助诊断甲体检，这已经愈来愈普遍啦。也那医疗机器人呢，这应用的范围嘛愈来愈宽。也那卫福部伊是强调讲，目前有咧研究这医疗机构应用 AI 的基因的测案。请不要自己下床，小心跌倒。面床顶的病人想要落面床时阵，电脑系统会即时侦测感应，通知护理人员到现场关心，防止失智老大人暗时家己落面床行叮当受伤。一个部分机器人会当斗相共送药化，护理师就免来回。那中山机器人的部分的话，它比较没有一个身份核检的动作，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的话，就是有这个部分的不同。国内护理人力真欠，这几年国内医疗院所就甲科技业者合作，研发会当协助临床的机器人，也有 AI 相关设备监测病人的病情甲安全。像这台爱博1号会当替患者进行手术进行的语音卫教，会当减少护理人员3-4声的工作量。骨科手术前请勿进食8小时，以防止食物及水吸入气管。比如说他卫教，那导览，然后送物，还有甚至我们现在已经进展到那个非接触的生理监测。医疗院所用 AI 辅助诊断甲体检，即嘛愈来愈普遍。医疗机器人上新的应用也愈来愈快。对此，卫福部强调，已经开始研拟医疗机构应用生成式 AI 指引的草案，并且收集应用的状况，做以后定规范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这科技进步呢，有好嘛有歹。伫咧网络时代呢，这学生囡仔受到网络性暴力的风险也被咧对悬啊。这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呢，2025年顶半年，这通报案件当中，未成年的受害者就占52%。有一个受到性暴力的这个高中生呢，是勇敢站出来，讲出家己的经验。伊认为这当中上界艰苦的，就是这政府无提供因这寡被害者求助的门路。他在我不知情且不合意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刘存度过我本人的性影像，让我被迫活在恐惧中。拄成年的曾东二，伊是性暴力的受害者，不过求助的过程充满阻力。伊讲第一时间甲学校求助的时，学校欠缺理小友善的说明，加上伊真烦恼伫咧学校厘清的过程，会受到第二界的伤害，互伊逐工拢过了真惊吓。那甚至有在网络上面来流传，让他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是一直在一个恐惧啊，然后跟一个担忧的情况里面啊。所以今天他也希望可以站出来，他也希望政府真的可以聆听，而不是在政策上面只是在纸上谈兵。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2025年顶半年通报的性暴力案件当中，被害者有一半以上是未成年，达到52.6%。国教民指出，上大的问题就是学生面对性骚扰、性暴力的时，唔知后一步要安怎做。加上目前的学生面对着网络性暴力和性影像流传的时，政府是无提供一个求助的管道。那我们希望说有一个直接的窗口跟管道方式，不管是在网络上或者一个专线上面，让孩子当中在求助的过程当中，他能很直接的把他的状况能第一时间去保护住。国教民建议卫福部爱提供求助的平台，也希望教育部因应网络时代，编一份新的教材，互囡仔知影拄着爱安怎做，也爱互囡仔知影莫无意中变做加害者，因为每一届的性影像分享，拢会对被害者造成第二届的伤害。记者陈亚轩、郑俊佑台北报道。
来看花莲寿丰台九线这段呢，最近有民众是发现一只马仔呢，暗时的时阵竟然伫咧大路安尼撞来撞去，烦恼发生事故，所以随去报警察来处理。那警方是通报业主人甲领转去了后，也照这道路交通管理法来甲开罚。有一只白色的马在路边走，去有热心的女驾驶扛去路边。这个小姐本身嘛是马教育中心的教练，所以真熟手安踏马的情绪，甲牵勒防止伊搁走去斜路的。放开会跑，会跑。他刚才在大马路上，刚好路过，想说怎么路上有一只马？哦，你们这也是那个？这也是养马。哦，这么刚好，不然我们这么刚好。这个事件发生伫初时马6点外，民众赛车经过台九线213公里的所在，发现一只马咧斜路走。经过警方调查，这只马是附近一间农场饲的。像我们的员工在后门丢垃圾，后门没关好就被他跑掉了。后续已联系事主将马匹带回，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告发。加在规个事件无造成任何意外，警方照道交条例，甲马的主人罚300至600块，嘛呼吁民众唔通互动物伫咧斜路走。若是超工的，也会以违反社会特殊医护法第91条处分。若造成交通事故，嘛会有民事赔偿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当日本的南马地又搁要来开发啦，这呢是因为县政府已经甲卑南族来签这活化利用原有土地的合作备忘录，会甲部落合作来开发。也毋过部落煞希望讲，唔太搁再发生过去要开发这游乐区甲供电区，等到是破坏环境的代志。日本南地过去开发游乐场甲供电拢被抗议，4年前开发案停止恢复平静。不过今年6月，台东县政府甲卑南族卡达地部部落签署合作开发备忘录。这个月，县府就要规划伫南地周边200公顷的原有土地，用资源碳汇做理念的开发案，规划原住民文化园区、资源碳汇区甲碳汇游乐区，碳汇面积超过100公顷。不过环保团体甲部分组织认为，引进的抽奖甲开发的项目可能无符合在地需求，会破坏掉它的生态既有的生态服务功能，是不是永续的啊？这比较重要，要破坏了以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县府强调，因为过去的前期已经了解部落的需求，会用符合环境影响甲部落文化因素做规划。不过部落认为，碳汇碳权的概念可能需要更加清晰的说明。第一个面向就是对于环境的永续这部分，所以以后我们会走那种碳汇碳权的概念去做主要的一个发想。碳权是比较属于专业的部分，跟生态还有休闲的部分，这个就必须要跟县府这边好好来去做讨论。县府表示，这摆日本南地开发案也是用 BOT 营运方式规划，目前先甲地方说明，不过要求立即摕到部落自相同意了后才能开发。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南投市福公路这带呢，有县内规模上界大的工业区。这条路当时嘛是甲国道3号联络的重要道路，伫上下班时间呢是真够塞车的。所以县政府是甲内政部来提报计划，核定4亿9千多万，打算要甲福公路向西修去到工业路，来改善第三线塞车的问题。福公路连接南港工业区这个路段，因为车流量多，逐工上下班时间拢会塞车。南投县政府2年前向内政部提报延伸计划，通过核定，也伫地方开说明会甲协调会。计划道路全长1公里，跨度30到35公尺，行总算是动土啊！第一场开动顺利。从交流道下来吼，啊要去这个工业区，啊是讲要去山顶吼，拢爱伫这个南公路吼来做这个转换。所以如果这一条路延伸之后，到南投市的各个地方都非常方便。这届南投市福公路向西延伸到工业路的工程，是要连接国道3号南投交流道到工业路，是串联南港工业区、往来产业园区，甲国道3号交通路网的最后一段路，也是南投市东西向联络的主要干线。南投县府表示，工程预估咧116年12月完工，希望有效降低第三线的塞车问题。除了可以让南港工业区以及现在我们的望来园区呢，在这个整体的乡亲在出入上面呢更加的方便，那尤其车流会更加的安全。不管是观光啦、产业发展都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在国都署的立场当然一定来补助。
这个工程除了兴建道路，也包括半山坑排水整治以及林行道周边的系统串联。山坡地水土保持设施也有纳入整体规划。官府表示，希望交通建设会当促进南投工商产业发展，也提供更较完善甲安全的林行动线。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伫家己民雄的国家广播文物馆呢，伊进前是由日本时代的民雄放送所。过去呢，捌用这个大功率的电波，甲迄当阵伫咧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互相来放送。为着要互民众会当对广播的角度来了解到台湾的历史，国家广播文物馆呢是用这电波台湾史来做主题举办展览。台北发音。现在播送。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空军官兵起义来归优待规定。放送较早广播的内容，互大家了解迄当阵中央广播电台的人物。嘉义县民雄的国家广播文物馆举办电波台湾史的展览，要透过战争、传播甲声音外交的展览主题，互民众知影中央广播电台每一个时期的发展历史。战后，反而中央广播电台来到台湾之后呢，它成为了我们利用来继续做国际广播的一个重要的资产。那所以这一次的展览，我们特别呈现了这个馆它所保存的一些珍贵的文物。这个为1949年设立来甲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对抗的民雄放送所，到1949年战后，互中央广播电台接收，才为战争的角度转换做国际广播的功能。国家广播文物馆表示，这当中的过程、广播任务的转变，拢会伫这届展览来展出。那我们这个展览里头有很多从日治时代就已经有的一些设备，而且也从1940年代一路到现在，很明确、简单但又非常少见的介绍了台湾的广播史。这摆展览有日本时代建设这个放送所的设备甲仪器。还有冷战时期陆港分台甲台南分台的模型，希望透过这个内容，互民众会当来认捌广播伫战争甲和平无共的时阵所扮演的角色甲任务。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是来审查卫星广播的电视法修正草案。在野党的立委是主张讲，应该着爱修正这董建军条款。不过 NCC 强调讲，若针对这违反董建军条款的人，拢无甲处罚，安尼条款就只是文字尔。过去因为 NCC 对中天电视部嘛，就引发少年线的司法官司，加上现主是媒体导员，在野党立委主张修正违青广播电视法。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配合百姓讨论，在野党立委主张修正董建军条款。那位王晓玲主张，董建军投资广电事业时，被投资者说起方法不合理，爱甲法则裁掉。适度的松绑并不等于放任，而是对于媒体专业的尊重，更是对乐听人智慧的信任。NCC 的基本立场是认为说，党政军条款可以修，但是不能废。直接投资的部分，我们是认为是绝对禁止。民众党立委质询的是，地研国际组织的调查指出，台湾的媒体面临严峻的考验，要求媒体爱公开政府补助金额，各有广告的收支来源。国际组织都这样认定，那当然我们要细心检讨嘛。新闻媒体可以有立场，但是不能违法，也要有是非。信任度涉及到事实查证的违法部分，我们都会依法来处理。国民党立委是针对 NCC 对媒体不稳外交、地属新闻台关台的代志，质疑敢是伤害言论自由。能够说，因为我不喜欢你的意见，所以我要求你闭嘴。言论自由其实是普世的价值，大家都在拥护这个自由。如果说他触及到这个必须要他自己要承担的部分，那依法行政的机关其实也必须要依法来行政处理。NCC 代理主委陈宗书表示，伊无方便评论中天电视台等个案，一切依法行政。专案目前行政诉讼中，就交予法院决定，也强调除了话讲法有董建军条款，广电法甲有线广电法嘛有同款的规范，建议广电三法爱做伙处理。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下晡报的天气，所落来，咱甲时间交予台记台 AI 手机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明仔载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北部甲东北部天气小可变凉，其他的所在早暗嘛会较凉。台湾东北部甲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有阵雨，
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多谢唐仔来报气象，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